台中西屯的水南转运中心明年就要完工启用，不过是要安怎接去国道1号，到即阵犹原也未决定。这附近平常时啊，就正够塞车，若到时阵，逐工阁有2000外只客运公车要经过这，交通恐惊就袂顶袂当。市府就回应讲，即阵是已经有规划3种方案来化解，会甲中央合作，赶紧推动。汽车排甲路长，等要上引道。台中市中清环中路口，因为伫咧国道1号大雅交流道，还有74号快速道路引道附近，平常时就真容易塌。随着附近的水南转运中心明年就要完工营运，地方要求为全体直接增设国道联络道，到单依然无决定。烦恼未来周边会变成大型的停车场。国道的班次跟我们台中市公车的班次那一天高达1-2000班的这个车次的部分那这些的大型客运的公车业者停靠在这里的时候，会造成附近的交通围堵。李长讲，水南转运中心启用了后，初估每一天有1300台国道客运，也有1500台市区公车靠站。除了中清环中路口，也有中清黎明路口，也拢会袂顶袂当。台中市交通局表示，目前已经规划转运中心专用道接台74线北屯里引道，接国一大雅交流道引道，也有接国道1号主线等3种方案。大客车专用道的一个方案呢，有规划3类。那方案1的部分呢，是衔接台74的北屯2匝道。方案2的部分呢，是在这个大雅交流道的部分来做一个衔接。那方案3的部分呢，是新辟一个交流道，然后与国道1号来做一个衔接串联。目前水南转运中心主体结构已经移线楼大客车专用道路相接的空间，3楼入去，4楼出来，加周边的车条分流。3种方案所需要的经费大约是18至29亿，可行性研究会伫咧今年6月进行完成。交通部也强调会由高工局协助推动，缩短交通黑暗期。公视新闻台中报道。